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3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15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20天。在过去一天，共发生173次战斗，其中59次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过去一两天里面俄军发动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空袭。27日晚至28日晚，俄军使用643架空中武器袭击了乌克兰，其中包括593架无人机、2架班德罗尔型喷气式推进无人机、2枚匕首空射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38枚口径巡航导弹。动用的力量包括战略轰炸机米格31战机以及黑海舰队。俄军再次袭击赫尔松，使用了15至20枚带有集束炸弹的 KAB 炸弹。乌军的反击也很迅速用无人机与无人艇组合的低成本杀手配合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扑俄2大港口。当地居民用手机拍摄视频显示，无人艇狠狠撞上图阿普谢港的石油码头，剧烈爆炸掀起的蘑菇云在10公里之外清晰可见，码头设施瞬间沦为火海。那双方战斗最为激烈的还是波克罗夫斯克。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在视察包括多布罗皮利亚战区在内的前线部队后表示，乌军通过反攻行动已对部分俄军形成包围态势，约175公里平方公里领土得到收复，近195平方公里区域已完成对俄渗透破坏小组的清剿。多布罗皮利亚方向部分俄军已被包围，此方向俄军的总损失3185人，其中有1769人已经成了耗材他们还损失了969件武器和装备。那么被困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俄军在乌军的无人机墙围困之下这些俄军士兵只剩下孤军奋战。这些幸存者发布绝望的视频，恳求他人不要参军。而俄军继续派兵进入包围圈试图改变战局。这个泽伦斯基发表视频他说我收到了总司令希尔斯基的报告，我感谢我们战士的精准作战，我们的远程打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乌克兰正在正当防卫自己，这在俄领土上也得到了体现。我们正在筹备一次技术参谋会议，主要讨论乌克兰远程作战能力，特别是我们无人机和各类导弹的生产。昨天我花了大量时间与制造商沟通，因此现在乌克兰国防部和军队将面临具体的任务。这个泽伦斯基说，谢尔斯基总司令还汇报了前线局势，特别是波克罗夫斯克和多布罗皮利亚地区的局势，我们将继续反攻。截至今天上午，俄军总损失已达3185人，其中近1800人已无法挽回。在此次行动中，乌军已收复174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们也在其他战线上继续保卫我们的阵地。库皮扬斯克的局势正受到特别关注，我感谢我们每一个消灭占领者的部队。那这是在战线上的情况那么双方继续进行远程打击，互相轰炸，这个谁也不手软。首先是乌克兰昨天发射近1000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莫斯科、梁赞、图拉、萨拉托夫、诺夫哥罗德、萨马拉等13个地区，克里米亚和乌东被占领区域也遭到袭击，损失有待确认。俄罗斯的叫图阿普谢港口城市方向，乌克兰海上无人机首次被发现使用配备有光纤线圈的无人机。乌克兰海岸部队使用了名为海洋宝贝的水上无人机，这是配备有光纤线圈的 FPV 无人机，其中一架这样的无人机可能参与了最近对俄罗斯的图阿普谢港的袭击。那么在乌军的打击之下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地区以俄罗斯的油库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在别尔格莱德有5枚海马斯火箭弹击中变电站，导致很多地区陷入停电的这个黑暗之中根据欧洲媒体报道乌军无人机正在将俄的石油和天然气帝国变成一条地狱般的燃烧链。乌克兰已经给俄造成了约1000亿美元的损失，仅今年9月，俄军就5次成功袭击俄后方的炼油厂和石油泵站，其中2次是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石油化工叫萨拉瓦特工厂，这是最大的石油炼制和石化工厂之一，距离
乌克兰1400公里。乌军啊还用海王星导弹打击了布良斯克的军用电子厂，该工厂生产军用和航空航天用电子链接器，现场发生爆炸和火灾，损失评估仍在进行中。这是在击沉莫斯科号后，乌军首次确认使用海王星打击俄军的战略目标。根据俄罗斯战地博主叫鲍里斯·罗金在自己的电报频道上报道，他说俄军一架米8直升机在顿涅茨克附近被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击落，飞行员居然还活着啊！令人意外的是啊，这架直升机虽然严重受损，但仍勉强安全降落，机组人员全部生还。然而直升机颜面尽失，无法再保持昔日威风。说事发时啊，一架俄罗斯顶级攻击直升机卡52鳄鱼在附近护航，本应执行坦克狙击和护卫任务，却只能目睹米8被炸成火球，成为旁观者。这个也是逆天啊！乌军是用无人机打击俄军的这个米8直升机。我记得在乌克兰都是直升机打这个无人机嘛，直升机上配上这个机枪，对吧？打这个沙赫德无人机。怎么到了俄罗斯这边无人机打直升机？可见啊，俄军的这个军事技术和战术恐怕都已经落伍了，要急需更新啊！这个根据乌克兰的这个自媒体说法啊，一个叫向日葵的公众号啊说，俄军开始在顿巴斯使用自己第5代战斗机苏57，同时指出啊，这些飞机训练有素。这个一直没有关于俄军最先进的苏57的这个参战的一些报告，至少没有看到视频，对吧？也没有看到他打击的目标，甚至都没有看到他那个专门特制的隐形这个导弹，对吧？发射，他发射之后，那导弹打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根据媒体2025年9月份的数据啊，说俄罗斯可能拥有40架苏57，每架这种战斗机的价格高达1亿美元。该公众号提到，俄军在赫尔松方向出现了现代化的预警机 A50， 正在逐步尝试恢复作业。就是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乌军不是接连打掉2架俄罗斯的这个 A50 吗？就在这个亚速海，对吧？尽管这里经常使用苏35代替，每架这类飞机价值超过3亿美元。2023年底仅有8架在册，8架在册，实际上恐怕只有3、4架能够正常执行任务。这个深夜人报报道他说炼油厂袭击导致的汽油短缺正在影响俄罗斯越来越多的地区，多个地区以及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汽油供应告罄，当地政府对加油站实施限购。塞瓦斯托波尔一家大型连锁加油站已将汽油销售限制在每位顾客30升，半岛约一半的加油站已暂停销售。俄罗斯中部地区和伏尔加河沿岸地区汽油销售也受到限制，每位顾客限购10至20升。据报道，后贝尔加边疆区出现供应中断，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也出现燃料销售限制。据独立燃料联盟称，俄罗斯联邦至少有10个地区出现燃料短缺，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梁赞、夏诺夫、格罗德和罗斯托夫地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呢，对俄罗斯目前的现状表达不满，有很多人开始拍小视频传到这个社交媒体上。你比如说这有个大胡子，这个俄罗斯的这些阴阳怪气的人呢，他们说所有人都沉默了，海马斯击中比尔格莱德，断电了。这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海马斯火箭弹击中了比尔格莱德的变压器变电站，很多地区的停电。无人机袭击了比尔格莱德和库尔斯克，说政府还在告诉我们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是大好。什么经济？每天都有人掉脑袋，说特朗普现在就要给他们战斧导弹，我们是不是他妈的失败者？我们是不是只能吃这些垃圾？也就是俄罗斯国内不满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都已经开始拍小视频开始发牢骚了。那么普京的这个军事顾问也是这个俄罗斯这个议员罗戈金，他也提出了对乌克兰深度打击计划的这种防御或者抵抗。乌克兰现在不是对俄罗斯纵深要进行打击吗？那么这个罗戈金就提议因为这个罗戈金前不久他在媒体发表说，俄乌双方在前线处于僵持状态，谁也动不了。正巧乌克兰的前总司令扎罗日内，他在这个好像英国还
在什么一个媒体上卷文啊发了一个文章，他也谈到了在这个俄乌前线啊，俄乌双方都没有办法撼动对方。这个因为扎罗日内他是曾经是乌军的总司令，对吧？对战场恐怕了解的更深刻一点。他说啊，俄乌双方已经陷入了类似于一战时期的那种叫绞杀战。他说双方的攻击能力啊都弱于防守能力，也就是俄乌双方的这个防守能力都超强，而攻击能力都不足。攻击能力为什么不足呢？就是因为现在双方啊，就是各种情报啊非常透明，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对方的一举一动啊都被监视。那个我记得是《纽约时报》还是哪个报纸报道啊，对吧？在俄乌前线1400公里长的战线上，有好几百名北约的情报人员，每天就盯着个大屏幕，对吧？这个俄军的啊一举一动，俄军的人员，整个这么长战线误差不超过2000人，这什么概念？我想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扎罗日内说啊，说双方啊都是防守力量强大，但是进攻不足。一个就是情报非常透明，第二个就是没有办法突破啊，形成那种突破，那种势如破竹的那种攻击力，因为双方都在对方的火炮精准的瞄准，还有大量的无人机，下面有地雷，铺了一层又一层的地雷，对吧？每天晚上他们的那个自动抛雷机啊开始布雷。所以说俄乌战争啊回到了一战时期，而双方就是开始这种消耗，没有大规模的兵团作战，什么突破、迂回、包抄啊，这个是扎罗日内的一些说法啊。扎罗日内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这么巧合，对吧？俄乌双方的军事高层啊，居然都认为在前线啊，双方没有办法，就是说取得突破，那就看双方啊谁的底盘更稳，对吧？谁国内不乱，谁能继续输血。这个罗戈金他啊提出一个计划，说啊，最近啊，他说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将军宣布创建武装部队的新分支，包括无人机防空部队。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成员巴尔萨尔马特特种作战中心指挥官罗戈金在其博客上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并对事态发展进行了评论，同时提出了对抗乌克兰深度打击计划的措施。罗戈金指出啊，他说谢尔斯基的声明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巴尔萨尔马特特种作战中心自2025年5月以来一直积极开发这一领域。罗戈金说啊，我已经多次就这一问题发表过意见，但我想补充一点，敌人指的是乌军啊，正在积极开发深度打击计划，对我国领土深处的关键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国防工业设施进行联合打击。这些设施遭到打击可能会引发2次爆炸，减轻此类袭击的后果，甚至完全拦截他们，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仅靠传统防空部队来对抗这一威胁是困难的，就是俄罗斯目前现有的手段啊是没有办法防的。想象一下，俄罗斯那么广袤的领土，以前有没有遭到过打击？你说他能有多少防空系统呢？现在造也来不及啊，只好啊把卖到国外的那些想办法给它收回来啊，比如说把卖给土耳其的那个 S400，好像是想办法也给它买回来。他说防空系统在大量来袭的空袭武器面前不堪重负，可能会耗尽其全部防空导弹，然后就没有了。罗戈金补充说啊，他说可以通过将几个要素整合到一个单元的防空系统中来找到解决方案。反炮兵雷达用于在盲区识别空中目标，并用无人机拦截器对其进行打击。配备夜间作战设备、识别设备以及其他设备的轻型飞机，并配备机枪手，装备重型机枪，适用于一天中不同时间的优质光学设备、热成像仪、目标捕获和跟踪系统，以及遥控引爆弹药的机动和固定火力小组。他总结到，所有这些都需要得到适当的组织和装备。我个人认为这没有问题，只需要做出决定。他说我们部门在这一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个罗戈金啊，显然是对吧，受乌克兰的启发。那乌军现在就在这么干，刚才说了啊，拿直升机啊去打那个沙赫德无人机啊，就是上面用机枪扫射，但是这个前提是你的这个雷达系统要发达呀，对吧？要越早发现这个无人机啊越好。这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俄罗斯深受这个乌克兰无人机打击的这种伤害。我们再看看外交啊以及国际援助。这个波兰总理啊图斯克在29日召开了华沙安全论坛上表示，乌克兰将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将拯救乌克兰的独立，我们将拯救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这个波兰人啊越来越清醒了啊，波兰人越来越感受到这个紧迫性，现在就是乌克兰人顶着的。如果乌克兰一垮，乌克兰一败，那要不了多少年啊，这些欧洲人呢还是抓紧学俄语。9月28号，北约前欧洲司令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
迪斯呼吁北约对俄罗斯飞机采取果断行动。他发表在彭博社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到这一信息，那建议就是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些无人机啊给它打下来。这个咱们也说过了啊，目前欧洲对这个还没有达成共识，还需要时间。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它还不是当务之急，只有波兰、罗马尼亚、丹麦这些被俄罗斯无人机侵犯领空的国家更加着急、更加紧迫。那其他的国家呢，没有那种特别的紧迫。这个泽连斯基说啊，他说俄罗斯是从这个引资油轮从油轮上发射无人机去侵犯欧洲各国。泽连斯基说啊，情报显示俄正在利用油轮发射和操作无人机骚扰欧洲国家，这进一步证明波罗的海和其他海域必须禁止油轮，至少是引资舰队的进入啊。泽连斯基正好建议啊各国啊美西方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你看这个芬兰啊就说了不会击落俄罗斯飞机和无人机。9月28号，芬兰总统斯图布啊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啊，如果俄罗斯无人机侵犯芬兰领空，他不会立即下令将其摧毁。他说啊，当务之急保持冷静，并按部就班的处理，首先进行检查，然后发出警告，只有最后才由空军做出决定。他说我们不能过度反应。所以说啊，对俄罗斯侵略欧洲领空的无人机的处理啊，这个欧洲各国现在还在统一共识之中啊。9月29号，泰晤士报报道啊，他说瑞典正在考虑研制核武器。消息称，在瑞典当地媒体发表一系列文章后，关于瑞典是否应该再次尝试制造核武器，单独还是与北约盟国合作的讨论愈演愈烈。不管怎么说吧，说明欧洲这些国家这个越来越感觉到不安全啊。最近啊，这个媒体报道啊，似乎这个美国啊好像越来越强硬。首先是这个美国的媒体报道啊，9月29号，美国总统特使凯洛格表示，特朗普已授权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纵深发动远程打击。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发表了该言论。凯洛格说啊，如果乌克兰听取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的言论，乌克兰当局可以抓住机会对俄罗斯领土发动深度打击。他指出啊，在俄罗斯没有什么是不可触碰的。不过啊，凯洛格并未明确的他所指的是否使用美国武器对俄罗斯进行打击。凯洛格承认啊，他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战斧导弹，可能如此有关。那么这个正好啊，美国副总统万斯啊9月28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说啊，他说美方正在考虑乌克兰提出的获取远程战斧导弹的请求。万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就是否批准这些军售做出最终决定。万斯在节目中的前后表态来看，如果美国决定提供战斧导弹，也是将由欧洲国家出钱购买后提供给乌克兰。也就是关于战斧的这个传言啊，现在是越来越多啊。特朗普啊说什么不重要，还得看他怎么做。那个乌克兰的外长西比哈他说啊，他说俄罗斯应该意识到，从今天起，俄将不再有安全制，乌克兰武器将袭击所有俄军事设施。所以这个乌克兰的外长今天突然这么强硬，说俄罗斯境内就没有安全制，也就是俄罗斯境内啊就没有法外之地。为什么今天这么说呢？是不是跟美国人提到的战斧有某些关系啊？乌克兰人用这个海王星，对吧？用什么火烈鸟是吧？用他们自己开发的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纵深，那不是早就开始干了吗？跟你特朗普有啥关系？需要你特朗普同意啥呀？所以你特朗普同意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纵深，那肯定是用美西方的武器啊。如果美西方的武器现在海马斯，对吧？战术导弹、陆军战术导弹，还有什么风暴一米，对吧？那些打击距离都太近了啊，只有300公里。所以说啊，说来说去就是战斧巡航导弹。那俄罗斯人的反应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啊，他证实啊，他说克里姆林宫注意到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特别代表凯洛格关于向乌克兰转让战斧巡航导弹的声明。他说专家们正在研究这些计划的报道，我们确实听到了这些声明，我们现在正在仔细分析他们。佩斯科夫对记者评论中指出，不过他强调啊，任何武器供应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接触线上的局势，不会改变前线的状况。然后这个佩斯科夫说了一堆啊，说这个战斧导弹是由谁来控制啊，是由谁来发射，这个都需要关注，是美国人还是乌克兰人自己。不管怎么说啊，这个俄罗斯人现在已经是至少口气啊比2年前要小多了。2年前啊，拜登啊和西方一说要给乌克兰援助什么远程武器或者攻击性武器，那个普京啊就说啊，这就约等啊北约参战啊，拉夫罗夫就说啊，我们视同北约参战啊，然后这个
个梅德韦杰夫就说啊，这个核武器伺候啊，现在变成什么呢？现在变成梅德韦杰夫说啊，我们再看看是美国人操纵还是乌克兰人操纵，也就是说这个武器啊到了乌克兰那是肯定的了，就是战俘啊到了乌克兰，这个他们也不反对了，反对也没用啊，画红线没意思了，所以他现在说，我们看看是美国人操纵还是乌克兰人操纵，对吧？要是美国人操纵的话，那太孙子了，特朗普对不起我呀。这个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的口炮一哥啊，梅德韦杰夫他说什么呢？今日俄罗斯报道啊，他说俄罗斯和欧洲之间不应该发生战争，但必须保持警惕。9月29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其社交频道上发表了上述言论。梅德韦杰夫写道啊，欧洲各国媒体都在大肆鼓吹未来5年将与俄罗斯开战，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但灾难性意外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此必须保持警惕。梅德韦杰夫警告称啊，那些头脑发热的白痴们过度活跃的因素依然存在，此类冲突完全有可能演变为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争的风险。这个梅德韦杰夫啊，恐怕这个早久啊没有得到保障。不是，据说这个乌军到处乱炸呀，是不是把这个导致俄罗斯不仅这个炼油能力下降，据说他这个酿酒的能力也下降，导致梅德韦杰夫这个早酒啊恐怕都不能及时供应。这个一没喝早酒，你看他说话好像换了一个人了。这个谁天天嚷着跟欧洲开战呢？那不是梅德韦杰夫吗？动不动叫和平欧洲的，天天计算从俄罗斯发射核武器到伦敦是3分钟吧，到巴黎是几分钟啊？完了之后天天对吧，要荡平欧洲啊？怎么现在又说不愿意跟欧洲打仗，对吧？平时叫的最欢的就是梅德韦杰夫，事到临头他居然说不想跟欧洲打仗。这个美国人啊最近好像动作也很多啊，比如说美国派第1骑兵师进驻爱沙尼亚，那爱沙尼亚就在俄罗斯边境啊，这个美国人的第1骑兵师第9骑兵团各种坦克装备啊都在往这个爱沙尼亚，离俄罗斯边境只有100公里，是不是梅德韦杰夫感受到了危险了？这不是闹着玩的啊。这个最近在摩尔多瓦普京又遭遇了失败，对吧？普京在摩尔多瓦布局干涉摩尔多瓦大选，结果今天昨天结果出来了，这个三杜获胜，总统三杜和他所在的亲欧盟伊斯兰党在今天的摩尔多瓦会议中议会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这个三杜下令到处逮捕这些俄罗斯的间谍，俄罗斯派了大量的间谍在摩尔多瓦准备首先是干预这个选举结果出来如果不利的话，他们就要发动动乱到处游行。结果这个三杜也很厉害铁腕到处抓这些亲俄分子，俄罗斯的这些间谍。这一下普京的这个海外地盘越来越少了。这个摩尔多瓦那个德佐地区恐怕也时日无多了反正一共有6000多名俄军士兵在那儿，马上就成了一个孤岛。这个说不好这个三杜到时候跟泽连斯基一商量，这个乌克兰人就出兵把那6000名俄军就给解决了。这个和2022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相比，这俄罗斯到底得到了什么呢？啥都没得到，失去了更多。金融时报最近刊登一篇评论文章说为何乌克兰正在赢得战争。你看标题都这么起了，实际上已经打了3年多的俄乌冲突、俄乌战争，结局基本没有了悬念。这中间特朗普捣乱了这个8个月，让这个俄乌战争跌宕起伏。实际上如果不是特朗普这个一顿捣乱，现在这个情况就更加明显了，对吧？这个结局必然是以俄罗斯全面战败而终止。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经济上还是从军事上，俄罗斯都没有赢的可能。从道义上说现代文明社会没有一次以侵占别国领土为目的侵略战争取得过胜利，对吧？国际社会也绝不允许这一存在，这是道义这是道连南苏丹那么穷的国家，人家都攒出10万美金来援助乌克兰，什么叫道这就叫道。那么经济上呢？那俄罗斯这是怎么算？它的 GDP 才多少对吧？世界最大的资源国，但是你要跟世界上这40-50个国家拼，那叫以卵击石，就拼经济一个欧盟加上这个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挪威还有日本、韩国，这就是自取其辱那军事上呢，那就更没得说了现在乌克兰人家是越打武器越多，人家武器都已经实现了这个叫自产自销，就是2/3乌克兰人自己生产，完了人家无人机还要出口。乌克兰的大后方是欧盟对吧？他把他的军工厂都放在欧盟那些国家，在那儿生产，你能把它怎么样？而俄罗斯这边呢，铁杆呢也就是朝鲜，已经跟朝鲜要人要枪要武器，你说你这还能耗多长时间，对吧？现在也只能说拿核武器来吓唬人。所以你看这个泽连斯基释放的这个停火条件第一个是要求俄罗斯全部退出自2014
2014年以来占领的领土，其中包括吞并了克里米亚。那这个你看，好歹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也说了，这个可不是空穴来风啊。特朗普都这么说了，那你说泽连斯基还能怂吗？还能往后退？第二个啊，乌克兰要求俄罗斯数千亿美元的赔款，那这个由不得俄罗斯不赔啊，因为这个他3000多亿被欧盟被美西方冻结着资产，这就是用来战争赔偿，只多不少啊。第三个是乌克兰必须立即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国，那这个都可以商量的。第四个，要求普京下台，并将他移送至国际刑事法院接受战争罪的审判，这个啊很快就会得到欧洲国家的响应。所以说啊，这个泽连斯基提出来这个停火清单，那也就是俄罗斯无条件投降。那普京提出来的停火清单，那就是让乌克兰无条件投降。所以双方还得打呀，对吧？看谁扛不住啊，一时半会啊结束不了，不打明白是不行。也正因为如此啊，所以这个普京啊又要开始耍花招了。28日啊，这个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他对媒体说啊，他说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莫斯科会晤，决定权在美方。佩斯科夫说啊，普京对特朗普的邀请仍然有效，普京已做好准备，也很乐意与特朗普在莫斯科会晤，一切取决于特朗普的决定。这个普京啊又向特朗普啊伸出橄榄枝，普京现在感受到了一点压力了啊，感觉这个整个气氛好像对他的不利了。现在就看特朗普了，如果特朗普舔着个脸去俄罗斯访问，那又是丢人现眼，对吧？如果特朗普就搭理普京，把战斧导弹先给乌克兰送一批，对吧？先炸上再说，以观后效。要不然啊，这个特朗普跑到莫斯科去啊，那就纯粹是热脸啊贴人家冷屁股，就是又让普京耍一回啊，像个白痴一样。特朗普如何回应，如何选择，我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